傳統上喺治療腎或者肝細胞癌嘅時候，外科醫生會為病人進行全身麻醉，直接切除腫瘤。病人除咗要承受較多副作用同埋高風險之外，佢哋嘅傷口亦都會比較大，而術後嘅康復時間亦都會比較長。隨住冷凍消融治療普及，伊利沙伯醫院近年引進咗磁力共振引導介入治療，為癌症病人徹底消滅腫瘤，更加成為本港首家去應用呢一項先驅技術嘅醫院。一般嘅電腦掃描或超聲波難以準確咁偵測腫瘤嘅位置，而磁力共振影像清晰度高，可以準確咁揾出腫瘤嘅位置，進行活檢組織同埋介入治療。醫生透過磁力共振造影實時引導，可以更加準確咁放置消融針同埋監測消融嘅區域，減低對其他非腫瘤周邊組織嘅傷害。咁樣唔單止減少咗手術嘅併發症，亦都提升咗手術嘅效率同安全性。喺新嘅治療底下，病人只需要局部麻醉，而微創手術嘅傷口細小，可以減少痛楚同出血，減低手術創傷及感染嘅風險。復原嘅時間亦都會比較快，大大提升咗治療嘅效果。個醫生話微創手術冇乜事咧，唔流血唔開刀，就經過嗰啲咩 X 啊或者超聲波啲檢查過，話有事咁做微創，嗰啲叫做冷凍手術，從開始到結束大概都係個半鐘至個9字。做完手術第二晚咯，第二晚就出院啦。OK。因為佢冇乜事，冇痛冇藥，即係醫生驚你內邊有事，驚出血啊咩咁。再觀察一陣。觀察，即係觀察差唔多24小時，即係冇乜健確嗰啲副作用。明白。咁啊，多謝嗰個醫療服務隊，多謝你哋醫療嘅關照，手術幾順利。好啊，多謝你。咁咧就冇唔舒服嘅，其實 OK 嘅，一路都冇唔舒服，好清楚聽到你哋俾嘅指令啊，甚至乎有陣時你哋講啊，聽到啲機嘅聲好嘈啊嗰啲咁，都好清楚嘅，又冇唔舒服。最主要尤其是醫生都講過我聽就話，我都100年幾啦，免得過就唔用全身麻醉，尤其是我有睡眠窒息症啊嘛。咁佢話有可能你全身麻醉醒唔翻點啊咁，佢都笑笑口同我講嘅啫，佢唔係好呃我嘅。咁佢話不如做呢個手術啦咁樣。咁做完手術其實就咩問題都冇，其實好正常咁，連痛都唔多覺佢有咩唔舒服。我隔咗1日就走咯。係啊，我自己一個人出院，自己翻屋企，我完全冇乜嘢唔舒服啊嗰啲，得唔得個病好唔好得晒咁呢啲，唔係我哋控制啊，但係感覺係好好嘅，OK 嘅。如果呢樣嘢做到個效果更好嘅，絕對係好過全身麻醉嗰啲。由於磁力共振引導介入治療暫時未喺醫管局轄下嘅其他醫院普及應用，所以相關嘅手術消耗品暫時都未被納入醫療用品登記冊之內。我哋有幸得到伊利沙伯醫院慈善信託基金嘅支持，獲得資助購買所需嘅消耗品。而家我哋每年平均可以進行大約15宗嘅介入治療手術，至今已經有超過50名嘅病人受惠。好多病人亦都反映對治療嘅效果感到非常之滿意，好快就可以翻返去回復正常嘅生活。所以希望大家踴躍支持我哋嘅慈善基金，幫助更加多嘅病人啦。